应该带掉我们的孩子。是我活该，是我傻。奶奶早。来，坐吧。坐呀。给我盛粥啊！快盛啊！哎。这次的事情啊，一定要接受教训，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人。那个人虽说小的时候帮过你的忙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上当了吧？还多亏了西城了，要不是他呀一再坚持把事情查清楚，那奶奶可能就要把你赶出顾家的大门了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出去了。你呀，还得要好好谢谢西城呢。奶奶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您就别再提了。吃早饭吧。吃饭吃饭。来，吃个油条。奶奶快尝一下，看看今天的粥你喜不喜欢。喂，王侦探。南宫小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侦探社人手少，好不容易才倒出人手来，查了你要我们查的人。查出什么来了吗？是这样的，贺锦熙啊，他身家还是挺清白的，没有太大的劣迹。之前呢谈过2个男朋友，不过相处的时间都不太长。哎，他2个男朋友的资料你需不需要？算了，这些资料也没有什么价值，对他来讲也不会改变什么，不用查了。